好啦，公開組總決賽終於開始啦！咁我哋見到咧，好齊1、2、3、4、5、6隻艇都好齊咁樣衝咗出嚟啊！但係稍稍領先啦，我哋見到咧就係4號嘅葡澳之後體育會啦，跟住就係3號嘅俗稱龍舟隊啊，之後咧就係2號嘅嘉義體育會啊帶緊出嚟啊！稍落後咧就係5號啊、6號同埋1號啊！咁我哋而家睇到中間啊，我哋見到大概一半嗰個位置啊，我哋見到4號葡澳之後體育會、3號嘅俗稱龍舟隊啊已經有一定嘅優勢帶咗出嚟，跟住咧就係5號嘅銀河之光啊，交俾你哋啊，輝哥。係啦，又係中間對啊，3號俗稱體育會啊，同埋4號嘅葡澳之後體育會。咁啊，銀河之光咧6號博成勢，最慢嘅就1號航道嘅澳博金禧嘅。咁啊，仲有50喺度咧，睇下邊隊冠軍誕生啦。咁啊，而家仍然係4號領先嘅，跟住3號亦冇力追，不過係4號機會都比較大啲啦。咁啊，4號，咁啊，首先過咗呢班就4咁啊，最緊要咧有。4、3、2、1、6咁啊，4號。